赶紧来关心进口鸡卵的经济继续咧炭烧。农业部长陈吉仲伫昨暗8点，伊伫面册顶头发文章宣布请辞。过无偌久，8点10分，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嘛宣布请辞。行政长陈建仁尊重陈吉仲的决定，勉强同意。即马会由农业部处长陈俊贵暂时代理部长的职务。进口鸡卵的代志破坏政府的形象，农业部长陈吉仲19号宣布请辞，伫 FB 写2000多字的文章，讲到伊7年外来为农业所做的改革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尊重伊的决定，准时自利益开始生效。还是要跟所有的社会大众来正式道歉。陈吉仲伫19办2遍会室内，犹原挡袂了各界议论，上任才50天就下台。畜产会董事长林聪贤也共进退宣布请辞，讲因已经拍过美好的之前。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伫19早起表示，即便进口鸡卵，就要兼顾两农甲消费者的权益。农业部要哪则无容易，严估有爱改进的所在。当过程有不尽这个周全的地方，需要精进，需要检讨。这个会做完整的报告。对各地方政府大动作清查进口鸡卵的路向，有学者认为，两商错误标示保存日期，无清楚标示产地也有责任。生理人因为生理做伊做有差错的心，这是业者的负责啊。当然政府的观点就是爱去抽查、去检验，维护咱消费者的健康甲安全。行政院表示，农业部长的职务将会由农业部处长陈俊贵代理。依照原本的规划，2月行政院议会提出进口鸡卵专案的成效检讨报告，行政院也按算伫咧2日向立法院提出专案报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